喂，表弟， Hello，緊唔緊張啊？做人生嘅第一個訪問。都緊張啊！一開頭係，因為首先我人生第一次入嚟電台去做一個訪問啦，咁樣所以我就覺得所有嘢都好新鮮，係咯。咁就你睇過咁多書，你都唔介紹，點解會介紹一本加勒比海工作安息年嘅書呢？因為呢一本書咧，其實我相信好多人都會咁諗啦。書梗係書店買㗎啦，係咪先？咁但係呢本書咧嘅由來其實唔係一個書店嚟嘅，佢係喺一隻船嗰度嚟嘅。佢係喺一隻有海上最大圖書館嘅一間郵輪嗰度，咁就係買翻嚟嘅呢本書。咁就係記錄咗一位香港人嘅老師嘅義工，就辭工咗半年，咁啊跟住呢隻船周圍去做義工嘅一啲航海日誌嘅所見所聞咁樣。所以我覺得好得意。香港人就可能大家都會好忙於工作啦，咁所以就冇乜機會真係可以捨得放低半年嘅工作去環遊呢個世界，咁所以我覺得呢本書好值得推薦俾大家睇嘅。你都好搞笑喎，書即係 artist 我帶得多啦，但係我第一次帶 artist 咧有咁多膏藥，咁多黃色 label 喎，係咩嚟㗎？咩東東啊？呢啲全部都係關於我覺得好值得分享嘅 point 啦，有關於作者喺加勒比海會聽到廣東歌，係聽到 Beyond 嘅歌啦，咁同埋有關於作者係點解會揀咗睇下先，有呢一個嘅Working Holiday 啦，同埋關於船上面嘅供應，就係一啲趣事啦。咁我就會特登去 mark 低佢哋去俾你哋睇。嚟緊邊個節目會你會介紹一本書啊？嚟緊商業電台903嘅急急子嘅集集之呢一個節目。